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来》，我係 Rita 林牛 T。今日Rita 喺節目當中，我介紹一隻設計嘅行業。呢一個行業呢，你平常是非常接觸，因為你愛寫詩啊、看文字啊等等。冇錯，你老實體有關係，是實體嘅設計師。你會講啊？實體有設計師安嘅行業，當然有啊！有看到各式各樣冇巧用嘅實體，呢一時係加入安尼設計師，佢哋為靈感創造內界。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鄭國榮先生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細細嘅分享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鄭國榮，而家放做文字設計師。哇，王陽先生，先生，你剛剛講到吼，因為平常我們接觸大量的文字啊，哈，古時候對文字來講，它的使用是非常頻繁的，無論是閱讀、書寫，不過對亞嘅職業，字體設計師的職業，其實是蠻陌生的。對啊，像其實大家最常每天一起來就會在看手機啊、看電腦啊，甚至看報紙，對，書本裡面都是字。但是很多人都以為說這些字是本來電腦裡面就有的東西，但其實不是這樣子，就是像我們這樣的職業，然後像很多前輩心血結晶做出來的東西。你自己愛創作，可是字不是電腦裡面都有了嗎？沒有，沒有。像其實最早的字體設計師是用刻的，像那個書本的木板，是一個字一個字刻出來。那其實我們現在也是一樣，好像在做字也是像在雕刻字的感覺，只是我們從刀子換成滑鼠，用滑鼠在刻字這樣的感覺。所以你們用有的是手寫板，但有的是滑鼠，你都還用滑鼠來創作，對，就是慢慢的雕每一個曲線啊，一個字一個字做出來。然後做文字其實很辛苦，要做1萬多個字，甚至15000多個字這樣子。哇，古時候你的個詞彙啊，就是文字，它是按照就是我們所有目前使用的文字，就是1萬多個。其實總共中文字其實很多，大概9萬多個。對，但是我們不用做那麼多，我們只要大概大家可以用得到的，那你要做13000多個字這樣子。所以人工嘅常用字就對了。對。哇，古時候按你做起來，看萬人嘅詩，你發明一種字體就要刻1萬多種，再一種字體就要1萬多種。對。哇，真冇簡單呢。給大家會懂好去講，身為字體設計師，你要有哪一條嘅專業，譬如講，可能要會很多種字啊，要一個你可能要懂得設計呀用的，它有沒有一些什麼門檻？好像其實很多人會以為說，很多人常問我說，我寫字好不好看？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寫字很難看，對。但是其實做這個的話，它不一定要書法很厲害，但是你要有耐心，然後可能也很愛學習，就是一直去多看一些不同的字，然後提升自己的美感之後，就去按照一些規矩去把這些字做出來，這樣子。我記得以前學寫詩就國字的時候，我非常喜歡象形、指示、會意、形聲，因為我知道跟出老文字跟內容有關係。所以當你們去看很多不同字體的時候，是不是也要從它的源頭開始來研究？需要做一個這樣研究的工作。像其實我們的話，有時候只要因為我們要每天要做很多字，因為你看要做1萬多個字，所以每天其實可能就要做30-40個字。有時候我們其實在做字，我們也不會去念它，可是我們要懂得說漢字的那個比例的美感，這樣子，對，所以還是也要做一些功課，對。講起來，它有點像是美術設計，要那個構圖。對，其實有點像比較像構圖，對，不太像在寫字的感覺，這樣。哦，這樣呢哦，跟我懂好奇哈，先生也係字體設計師，跟你以前呢係讀乜嘅，怎麼會成為字體的設計師？像我的話也是。本來大學是讀美術，然後對教育也有興趣，可是後來我是很喜歡日本的設計，因為覺得他們的雜誌啊跟產品都很好看，然後後來就到日本去學校的設計學校的時候，才發現說，原來有字體設計這一個工作，那我才開始研究說，原來字體那麼美那麼漂亮，然後就一直想要一輩子都去研究這個東西，這樣子。哇，我覺得蠻酷的，對，因為你剛剛講到從這個美術藝術的領域跨到這個設計，其實同樣啦，它還是很有美感的東西，對不對？藝文也算是藝文的。古時候你給同時去美國去日本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發。對，如果沒有去，我可能現在是在做別的東西。真的啊？對。我知道日本它有一種職人的精神。對，好，
对。跟爱懂 Hockey， 他们所谓的字体设计师，你们哪会想到？像我们早期在印刷，可能是铅板啊等等，其实一个丝一个丝，它有一点像是造字的概念。这个部首搭这个，然后配在一起去印。跟你的给同事黑暗的去做研究吗？你是这样去做研究吗？像其实该讲到就是印刷这个行业，其实以前是很多师傅都要发挥他的专业，才能印一本书出来。对，像那个该有说设计字的专业，也有注签字的专业，然后还有把字挑出来的专业啊，排版的专业，印刷的专业。那因为现在人因为是太方便了，有电脑，好像你一个人就可以印一些文件出来，所以大家都忘记其实有很多应该要学习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子。然后鼓手给同事看到这些，让你觉得深受感动。对，就觉得哇，要学的东西好多这样子。给正来台湾，你就真的就成为字体的设计师啊？其实我也觉得蛮幸运的，因为本来在日本学的时候，觉得说啊，这个应该没有职业吧，我只是喜欢去学这样子，然后后来还自己读到研究所，也在研究字体这个东西，日本研究所。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之前我想说，我应该毕业就已经失业了，所以我已经准备要去做导游。真的？你是要在日本当导游吗？对，就是书都买好，导游书，准备就是要带队啊，在日本逛。但其实我想当导游是一个目的，就是我想要带大家去玩的时候，同时我在拍照、拍招牌的字来自己做研究，因为就是太喜欢字了。其实这样也蛮好的耶，但是也很幸运啊，回来台湾就很早到工作了这样子。现在你第一本几多年？在日本几年？4、5年。哦，4年，所以你的日文很厉害呢。对，所以就是现在也会做一些日文的翻译，就是把更多日本的字体的书翻译在台湾来这样子。哇，欣赏，我觉得很佩服，因为你刚刚说日本字体的书又连接到字体了，对，所以你对文字是很热爱的。对啊，有时候像我在日本当学生的时候，连做梦都梦到自己在看那些文字。哇，很认真哦。公你转来台湾这样子工作已经几年的时间？6年的时间了。6年呢，也算是累积一些经验哦。对啊，但是其实在这行里面6年好像才刚开始的感觉，因为像我们公司等下会介绍，我们做字体现在目前大概就2、3套而已。对，那像很多日本的职人啊，他们自己这一次要做到70、80岁都还有人在继续做。对，那我也是以这个来勉励自己，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去。哇，故说按你6年哈，你自己就一起研发，像这样字体的开发，嘿，自己出走的走，也还够，你还是需要团队一直讨论激荡。对，其实现在台湾有些字体设计师还蛮有勇气的，一个人做7000多个字。那我们公司的话是一个团队在做，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分担这种那个压力啊，跟那个一起努力把它做出来这样子。刚刚的压力哦，它的来源是哪里？来源就是像那个，其实做字其实还蛮难的。像很多人会问我说，做字觉得有没有很难的字啊，或者很简单的字？但其实我觉得中文字每个字都还蛮有它需要顾到的架构啊、美感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需要去每个字都是一个挑战这样子。对，所以难在说有时候可能你还是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这做字可能就会做比较少的字，可是你要状况好的时候要多改多做一些字，就把它补上去。哇，老心情有关系就错有啊，对，很神奇哦。更多样啊，想要本太给看一下，就是国荣老师你们团队设计出来的字哈，你看那一哈素风有亚给亚有嘎好狗给美哈，这个很可爱的名字哈，对，这个是粉圆体，粉圆就大家那个手摇摊就加珍珠粉圆，对啊，这是粉圆体。你们都取很可爱的名字，我们都是大家年轻人喜欢手摇店嘛，我们都取就是手摇店有关的名字。哦，为什么它叫粉圆用呢？因为其实你看到它其实是圆圆的字体，所以其实我们中文本来就有个叫圆体这样子一个东西，就是讲圆圆的字体。那我们就觉得说，既然有圆这个字的话，那我们要跟茶有关，那就是粉圆的字体这样子。古手你的给赛给有自己的系列，有，这是粉圆，粉圆是一个对啊，这是圆圆的，太卡给的粉圆。好，本太卡看到还有不要看有买感到，这个是什么体呢？像这个话，其实是我们公司最有名的字体。对，现在大家如果去超商的话，可能会很常看到它。对，它叫做金萱。哦，这个是金萱哦。对，金萱就是台湾的茶叶。对。的台茶27号，对，那个它那我们也是取它的名字，就觉得说其实它的念起来很好听，然后它的气氛跟这个一样比较利落一点的感觉，这样子。
哦，金萱体，这个字体蛮常看到的。对，这个可能大家可能会也许比较有印象，而且它的角度跟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圆润的地方。对，它其实还是大家看那个粗细啊那些东西，它还是跟书法有点关系。哦，还是蛮有那个最早的字体的韵味。好厉害，金萱哈，大家记得。勾亚给黑马给体呢？这个是金萱加牛奶。金萱加牛奶有刚刚那个粉圆的可爱感。对，所以它就是加了牛奶比较圆润一点，叫金萱纳提。金萱纳提，来懂 Hockey 哈，这些你怎么会记得？是因为这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对，这是我们的概念啦。对，但是其实像我太爱看字了，有时候在路上连看到招牌就说这是日本做的字，这是香港做的字，其实是认得出来的。会冇同样啊？对，都不太一样。好神奇哦！古雅嘅也就厲害了哦。矮也係白宮飛機文思，這也是你們做給客家師啊？對，我們特別就是覺得說，像當初金萱是用募資的方式，就是希望大家來支持我們做這件事情。那就收到的資金比我們想象中還要多很多，那我們就覺得很感動，我們要多回饋台灣這個本土文化一點，就想說要用怎麼樣的方法來回饋。那發現其實現在很多客語啊跟閩南語的需求會需要這些拼音的文字，甚至是漢字，像“癌”這個字真的是很多的電腦的字都打不出來的。那我們就覺得說，怎麼可以這樣？我們一定要把它做出來，這樣子。哇，色彩統讚！你睇講你募資嘅發動吼，之後亞董事行推廣習太改力量，對，就是公共社群的力量，一起來完成一個跟你我都有關的事情。對。好，故事亞嘅募資是超越你們的標準。但你有知道講，原來大家這麼重視這件事情？其實蠻訝異的，因為像其實在我們做這件事之前，其實台灣的民眾是很長一段時間已經忘記要買字型這件事情了。對，他們覺得說網絡上好像都很容易就可以下載，但其實是盜版。對，其實就像很多的創作，我們要支持正版，知道嗎？對，就是所以我們覺得說，也很訝異啊，就是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越來越多人認識，然後越來有字體設計這一塊東西，這個創作也是很有價值，需要被鼓勵的這樣子。原來係咁樣哦，剛才大家講到，原來是係愛買的哦，並不是你一開電腦原本就有的。給出係你愛灌軟體的時間，愛順沙買的時間，就會灌落去嘅。跟永遠就講可是我看你那個字體好喜歡，可是我電腦現在沒有，有特別有福利文太噶。要給大家講都懂，請等一下粉圓體。對，粉圓，你這是開放讓大家可以免費使用。就這也是就是我們拿到很多資金之後，我們想說，那我們也來做一套讓大家免費可以用的字體，可以回饋。對，所以就是後來就這個粉圓。請問要怎麼可以使用它呢？就搜尋這個粉圓，然後可能再搜尋我們公司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特別的頁面，其實也蠻可愛的，大家可以搜尋看看。然後它就有一個連結，可以把它下載回來使用。哇，很用心哦！這個是非開本沙飛哦，等一下請大家聊一下，多種來請桂榮先生來分享，來做實體嘅設計那條神奇的事情，係唔係我們自己也可以變成這樣的設計師呢？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永天，今半夜你來介紹呢對文史有非常大熱情嘅呢實體設計師鄭桂榮先生。哇，今日談嘅分享，我覺得老師真的是太有熱情了。再次來分享先生，先生好。你好。先生係非常好奇，因為你講你到日本去讀書沒？結果竟然被這個字體設計給燒到，你那個熱情就被燃起來了。對，一路到現在，那個熱情絲毫不減。對啊，就是會覺得自己的工作就是自己有熱愛的東西，那這樣是我覺得是最幸福的事情，超級幸福的。公，你是不是有一個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興趣，就是你行的路空，好，因為可能注意身邊嘅人啊，就是但你都看招牌，你都會看有字的地方。其實這樣講有點蠻分心、蠻危險的，就是會東張西望啦，就是往上面看看招牌，往下面看看水溝蓋上的字之類的這樣子，然後或是看一些很小大家不會注意到的字，像
你买优酪乳的时候，它其实上面那个日期，它其实也是用很可爱小圆点去组出来的字，对，所以我就会一直注意文字这样子。给你按你看，你都分得出是什么字形哦？大概会知道，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目前会用的字大概就是那些，对，所以会慢慢的就多看久，就会把它记起来了这样子。跟爱懂好奇，因为文思用的地方，除了它的字词的意思之外，有时候它的那个形体，人家讲的美感，它就会营造一种氛围。对，给你几个看，譬如讲你到一些比较传统的市集或者是庙宇去，他们跟比较都会的字体真的很不一样吗？对啊，像比方说像大家电脑里面都有的举例，像标楷体，对，它也是用毛笔字，可是这个字就会比较。为了印刷，所以比较僵硬一点点。它跟这种老师傅真正手写出来或是雕刻出来的字，其实味道是差很多的。对，那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台湾有些庙宇啊，它可能想要快速做东西，它就是用标楷体啊，或是用一些不太适合的字体，然后做出一些招牌或者匾额等等的，就觉得有点可惜。怎么办？你看了会浑身不舒服吗？会有点难过啦，因为觉得说，因为我在日本待过了，日本他们都一直很尊重这些传统的文化，然后甚至是老师傅的技艺都可以找到新的徒弟来去学习。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台湾有一天能够一起来重视文化的这一块，这样子。你刚刚讲到有传言没哈，要有传承，但是传承其实也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议题。要一个，它其实就是有个断层了。过时候他给他们发觉，还有不用为某人讲，怎么会后面没有人？回头看过去，好像就有一点紧张。不过真正要做传承，要做高牛，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啊，那应该一定要先从教育，从小开始就接触这些东西。对，像那个该怎么说？像我也觉得说。日本就是因为有课程，像我也在日本其实是接触到课程，才知道原来有字体设计这个东西。那台湾如果连这样课程都没有的话，那就可能更难让小朋友会觉得原来知道说有这一块，然后这块很美很重要这样子。对，你讲来松安都会扣，当然有一些写那个什么海报版啊，有压的，可是。对于字体设计，或者是透过单纯认识字，然后去拓展我们对字的视野跟想象，知道青色按哪个口场呢？对啊，所以我们也在规划，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小朋友很好玩的去接触这些东西，去欣赏这些东西。对，就是要好玩，对不对？对，就一定要好玩啊！像我也去国小分享过，那我也是把重点就放到1-2个，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记起来，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用盗版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要那个认识说，原来很多的设计有很多不同风格，有发型设计啊，有那个建筑设计、服装设计，那也有叫字体设计这一块这样子。不，实际上你这家的看安德威斯哈，有的人可能会说，老师你们是内行的，你们是专业啊，可是我们不是 M 黑啊 ，N 看四 S 界，好像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点选择障碍，我觉得好像看起来差不多。对于按内泰嘎还讲按内讲，你们会如何让大家意识到说，其实字它的氛围是会差很多的？对，像我们蛮常办一个活动，就是偶尔会带有兴趣的人到路上去看字体，因为可能有我们带的话，会更知道说哪些字体啊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是引发他们的兴趣这样。那举个例子，就像比方说我自己的爸爸很喜欢拍摄，就是。台湾的各种的野鸟，就是他听到声音，他就知道这是哪个鸟在叫，名字都讲得出来。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只要去常接触的话，像字体也是一样，你多看，然后你多认识，然后你有兴趣之后，你就会自己想要去主动想要知道说这是什么名字，字体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都是可以培养的这样子。这有点像走读的概念，对不对？对。就一片行一片宽。那如果老师住在台北嘛，在台北。那你觉得可以看到这种很多不同字体的地方，你会推荐什么路线？像台北的话，其实也蛮幸福，就是有很多老城区，像那个万华，像我最近也刚去万华拍了蛮多字。但其实我觉得最让我想要拍的就是庙宇里面的字，因为庙里面字会看到很多不同时代的字体，对，写法很多跟现在我们认识的可能也不太一样，但会觉得说哇，这些字体的形状都很有趣，然后你也会想要学更多，原来这个字是。这样子的一个字，这样。或是老师，你自己还要研究书法，书法的话，我是觉得有接触的话，会培养自己对文字的一些美感，这样子。对。因为不同的书写的题材，对，其实会带给诗有某种的变化。对，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书法的话，你可能会做出不自然的
笔画的感觉。对，那个一定要最自然的，就是用毛笔直接写出来的线条是最美、最自然的东西。古时候呀，太嘎公就是笔顺很重要。以前安夏斯老师都很要求我们笔顺啊，你不可以斗字，我们就用讲斗，好像用拼凑啊，或者画字，就是其实写字跟画字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但我们这一行我们就是用画字的，把字这样子做出来这样。那你会鼓励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就是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法先开始吗？我是觉得可以，国文课跟美术课可能不一样，就是国文课可能是要专心的写字的正确的写法。那在国文课之外，像比方说美术课啊，我们可以更鼓励小朋友去发挥对文字的创意跟想象，这样子。这样有没有一点像是我们每一年过年要写春联？比如说鼠年，可能会把一个落出。对，然后会有一个比较象形的概念去完成一个字。对啊，其实应该说中文字是跟像我们说的说的英文字不太一样，英文字就比较像是几何图形，但中文字其实每个都像画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是小朋友应该是可以有创意在这个地方。古时候黑个相关认识某科文师，就欢迎加入你们这个看招牌导览是这样吗？看字吗？对，或我们就是接下来会有些。也是免费的给小朋友的一些课程，可能会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布这样子。就希望做推广吗？对，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给越多人知道。啊，为什么你们这么有热情？那这个经费从何而来，对不对？黑本有你按内摸，因为当你办这样的活动，你需要人力，你需要经费，你需要投注很多的心力。其实我觉得这边我们公司我们觉得说要至少花一半的心力在做教育这一块，所以像我们其实，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2场免费的讲座跟活动，就希望大家而且都是主题都不一样，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公司的销售也是有关系，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认识的话，你也不会知道有这样的商品存在这样子。古时候分享泰雅州的继续发的是 Just Fun， 对，泰雅州的 condo， 不论是讲座或者是有点像活动走读啊、活动资讯啊，刚刚因为对老师嘅言谈当中吼，吃到嘅美感当中要啊文字嘅实体当中要，有个时节吼，你会看到有一些招牌，它可能字体不一样，大小不一样，稍微没有那么整齐，看乱哈，有人讲啊，按你懂这，就是没有那么美观，很丑，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像日本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因为像其实日本的有一个学者，他有讲说，他就意识到说，如果一个国家不重视字体教育的话，那它会反映在街景上面。对，其实街景就是一个风景，那影响街景的风景最大就是招牌的文字，这样。对，所以像我觉得说，像如果要改善台湾招牌，可能选字上有些可能不太注意的地方的话，也是要从教育，就是从那个课本等等去让更多美感的小朋友去注意到这些东西，这样子。讲到课本哈，因为孩子就是直接打开学校的教育，最直接面对了嘛。以前泰雅讲啊，我们的课本它的文字很整齐，很清楚，可是有的时候比较生硬一点。对。亚纪念大家不断的讨论，你发觉课本有很多版本，然后有一些图画，然后很多故事的连接，甚至是现在连字体也有不一样的调整了。对，以前就是规定说课本只能用标楷体，就是我们只能用标楷体，就是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对，我们就像回想到以前，不管什么科目都是标楷体这样子。那标楷体其实是比较古典、比较传统的感觉，所以放在音乐课本上，又放在自然课本上，会觉得好像气氛好像怪怪的。但现在其实，因为我们也是跟一群朋友一起努力，就是叫美感细胞的团队，那他们在跟那个政府官员一直多次的讨论之下，终于放宽了，所以今年开始课本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字体在上面。所以就是也要感谢你们，用他来推广，喜欢文字的，还有就是重视教育这一块的朋友们。但老师像你们不断的在推广，也讲周董都会发通哈，你在做这些的时候，难道都很顺利吗？其实就是最挫折就是可能大家生活中比较没有意识到这一块，对，所以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要欣赏什么东西，对，所以我们就要一直想说，其实这东西是本来是印刷的很专业的东西，但是我们就要想说怎么样让它最简单的去跟大家讲，对，就是我们就要花很多脑力去想这些事情，这样子，把它变成可以引起大家的兴趣，对，而且要越简单越好，这样子。
越简单越好。因为你吃到鸭扣呢，太嘎堆文字，我们对那种很漂亮或者有些浪漫的字，我们都说哇好美哦。可是生活当中好像这个没有这么常被重视，对不对？对，就是中文的字体风格还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考，原来那个国外的书法有怎样的一些曲线啊，其实都可以想办法再把它带来到中文里面去。哦，大家做的都有看粉圆体啦、拿铁啦、金萱啦，那等于你的发展的哈。所以像你们目前发展3套字体，现在是3套，对，3套。像这样发展3套字体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其实做第1套都是花最久的时间，像金萱是第1套，那从发想一直到研究，一直到慢慢的确定它要长什么样子，到真的推出到大家可以用的话，已经花了2年的时间。对，哇。那之后的话，因为像金萱不是只有一个粗细，它有比较细的，我们也是好玩一点，我们就是越细的，像大家去手摇摊会点我要几分糖，那我们金萱其实比较细的就是比较淡的糖，然后像我们有半糖啊、7分糖之类的。那对，就是像金萱就是这种风格的时候，我们当初也考虑很久。所以它的细节都要很注意。对对对。然后故说按你6年这样发展出1套字体，但后来脚步就加快了嘛？后来就是可能会再做1套，会加快一点时间，但是其实简单来说，做1套自己都要花1-2年的时间这样。哇，真给不简单呢。对啊。所以目前3套还有要继续发展下去，对不对？已经下1套已经开始在制作当中了，这样。哇，比什么期待？其实要做一个创作，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一环。我们刚刚讲到构图，我讲到美感，因为 fashion 新的东西，而且你要跟其他已经有的东西要有区隔。对对对，对不对？所以你们的 data 里面要有非常多的字体。我们要一直接触到新的东西，但是也要旧东西也不能忘记，所以就是要一直学习、一直学习的状态。哇，也个精神非常好，因为跟学习安尼就错的哈。等一下向大家聊一下多怎么唐贵荣先生来分享讲如何让字体更好玩，这个做在了吃困难么？轉到呼起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呢，เรา大家探討前度嘅字體哦，呢文字其實當奇妙，因為佢嘅形呢其實是從一筆畫，做得發展出當到新世界，冇共用嘅造型呢。今日嘅裏邊係鄭國榮先生，我就佢又後生又有創意又有熱情。先生好，先生係想我唱歌唔好，你自己對字體很熱情哈，你們看懂到嘅文字啦，懂到嘅技法啦，很多的技法跟文字你都已經是飽覽過了。那你自己如果想要再推薦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你會想要推薦哪一個字體設計師？設計師哦，那我想要推薦就是像那個我非常尊敬的，就是我在日本，其實我上過他的課，他算是我的老師。他的名字蠻特別，叫鳥海修，就是小鳥的鳥，然後大海的海跟修行的修這樣子。不好意思，那鳥海修老師他是因為他也是在日本耕耘了60幾年，就做字體這一行這樣子。那我覺得他給我的最大的啟發就是他把他對故鄉鄉土的熱愛，其實他把它展現在文字設計裡面這樣子。可以很鬆用查，在網絡上都可以查到他的字體跟設計。他剛出了一本自傳，然後在台灣有中文版，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查查看他的故事。好誒，鳥海修也非常特別嘅名，我覺得他的名字就好像一幅畫。對，就是他其實鳥海是他的故鄉的，他剛好是在鳥海山旁邊，所以剛好是他的那個名字這樣子。那他的故事真的蠻動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大家一定會來看一下。郭先生給你這個做設計哈，有你的很重要的老師，我想對你影響很大。給你看你這個，你覺得自己是一位怎麼樣風格的設計師呢？我覺得像我自己覺得自己設計師是蠻特別的啦，因為像其他設計師可能像海報設計師啊、平面設計師，他可以每天面對很多不同的顏色，然後可能面對很多不同的風格。可是像我們的話，我們的工作其實有點像是在做工藝，就是每天是做一樣的事情，然後一直去雕琢，一直做到好。對，那像我自己的話，因為是我很喜歡文字，所以我覺得我不會膩，很喜歡在做這樣的事情。對，那這個話其實應該是以日本來說的話，其實有點像是
阿宅，就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这件事情，然后一直想要去接触它。对，那这跟其他的设计师可能会比较不太一样一点。哦，古松今日本集改的注解就是永远不腻设计师，这个名字超响亮的。好，用眼不用热情就出来。哇，跟今日节目当中哈，跟阿唐先生讲，我觉得真的很有趣。那如果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示范一下字体，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可以啊。来，这个大师来手绘几笔，好不好？像我先介绍一下好了，像这是我刚刚稍微画到一半的字，这样。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是先打一个骨架，细细的这样子。那其实骨架大家不要想得太难，它其实像我们一般写字，我们都用铅笔嘛，都是很细的线。所以这样子，大家的字把它写大一点，那它就是可以当做骨架。那有了骨架之后，我就是再把它画上不同的，对，你也可以想哦，再帮文字穿衣服的感觉，就是把它穿上不同的样貌，它就变成不同的字体。那我再来示范一下好了，比方说我这边画这里是骨架，对，这是当骨架。那最简单来说，就是把它变成像这样子，把它包起来，顺着它。这个叫做黑体，黑体，黑色的黑。那这个其实大家手机里面打开都是这个风格，大家去看那个点，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有个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可以让玉婷挑战一下，就是圆体。啊，就会圆给，就真的是圆润。像刚才说粉圆，其实就像这样子，就把它加粗，但是要注意就是不能是平的，就是这边头它要圆润的，一定要圆圆的。哦，对，那这个就是圆体，这就是圆体。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风格，但是就是它比较难一点，就是它因为它有点书法的概念，才能够画的比较好一点。对，它就是这个叫做明体的点，就长这个样子。明体，黑莓秋秋 N 共给这个细明体，对，然后是不要细就是明体了。对，就是粗一点，就是点就长这样，很像水滴一样。像水滴。对。啊，老师好厉害！因为按你看，当然它有它的那个笔触，甚至它的那个外形还是有分别。可是如果要把它应用在每一个字上，那时候轻困难的，可能也是要花个好久的时间才能再认识它。对啊，而且像你认识绘画之后，你要去慢慢的感受说，它给人家的氛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像氛围，像黑体的话，它就比较利落，比较科技现代一点点。那这个圆体就是很可爱，它蛮适合出现在童书上面啊，然后或是名片上面，让人家觉得很亲切的感觉。那像这个明体的点的话，就是比较很像有书法的感觉，所以它会比较古典一点，比较郑重，对，庄重一点点的感觉这样。啊，所以时常看到就是在一些比较刚刚讲庄重的一些场合，我们用的字体比较是有书法的感觉。对，好，就是按呢，好，然后在比较都会可能就是比较简约。对。像金萱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简约，它是融合了这两个字体的感觉，这样子。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小小的点来看，黑跟我下思哦 ，Rita 亚比有准批，我来写一个我的林玉婷的林啊哈。老师像这样子，这个算是骨架？这是骨架，对。那骨架怎么把它描成？就是比如说什么体？圆体嘛，圆体就是圆圆的。圆圆的。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慢慢加，就是因为像其实这个你现在拿的笔就比较粗一点，可以先。就把它画上去，先描一次。这样子，如果我就描这个骨架，但是还是好像不够粗，那所以你可以在头的地方上面就先给它画个圆圈好了。圆圈啊呢？对，那你这个字就是对，你就把它再加粗，然后下面也要圆圆的，按的圆圆给。哦，不错啊，就是就这种感觉，然后再把它涂满。对。好像那个森林的感觉哦，对，其实这蛮像画图的。对啊，其实是不是带孩子就是可以这样子玩？可以。哦，那这也是要圆的吗？对，全部每个线条都是用这样去画出来。你就算圆体。哦，其实它有这个词可以。那老师我很好奇哦，你这个做文字的设计，做到呀哈，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成就感黑马给？哦，就是像。你可能有一天在逛街的时候，甚至你可能到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可能去旅行的时候，你看到意外的有个店家里面在用你的字体，但是我觉得是设计师身为字体设计师最开心的时候。对，哇，因为你一眼就能认出来你们生下来的 baby。对，然后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居然有人喜欢，有人在运用。那像其实
像我们的总统他在脸书上在发文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用我们公司出的字体哦。哦，支持新研发的字体。对，就是我们看到因为好高兴哦，居然那个总统也在用我们的字体这样。哎，鼓手就会自己做的东西本人看听，因为大家既然使用，就代表是肯定跟支持，这样就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对对对，跟目前欣赏你目前一直这样子做下去啊，也正在做第4套的作品嘛。对。给你自己对自己给人生的这个旅程哦，这个梦想追求路上，有没有一个定一个目标？目标其实像那个很多的看日本的设计师，他们都做到好老，就他们会做到80-90岁，真的一直做到最后一刻，一生悬命。对，然后长长久久，永远。对，那像我也觉得是自己应该像才刚入行6年，其实还有很多时间要继续投入在这边这样子。哇，非常期待。好，老师，我的原体这样子算描绘完了。可以啊，而且像你的骨架其实有自己的特色。哦。对，就是有把那个更轻松的感觉带进去这样子。哦，我喜欢写的草草的，然后再描绘起来，这个就是原体了吗？这是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原体。Rita Lin 改原体。对。哇，好好玩哦！其实创作没有那么困难。对啊，就是其实每个人只要会写字，然后那个甚至把自己的一些个性融进去，其实做字体是蛮好玩的事情。欣赏广东一个充电哎，你说这里可以看得出个性，来刚刚挖后的位。那这个大师，请问您觉得我的个性怎么样？真情看得出来啊，真的是感受得到，对不对？就是看那个摆位跟那个布局，像有些可能要不要紧张点，他就会把字写得很挤。可是像你的字就是一个很放松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个很轻松、很好相处的一个感觉，这样子。谢谢，安内清神期哦，是，所以在字体上我们可以这样就看到创作者、设计者的内心。对，而且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他的年纪，这个是比较年轻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感觉，也是看得出来。韩州的你看，那老师也懂 Hockey 啊，因为在团队的设计里面，你刚刚讲的每一个人的字都代表自己的个性。对。可是团队里都是不一样的人啊。对，这个所以就是个性啊。除非你是做自己的字体，那么如果在团队里面的话，你就是要大家先讨论好，就是我们就是确定要这个风格之后，就是大家要依照那个风格去做设计。你们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吗？就是需要讨论，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当字体设计师，其实沟通能力蛮重要的，而且他要很乐于分享，很乐于跟人家认识等等的。他如果太自私的话，其实有时候很难去有好的创作出来这样子。所以你都给冲走，就是因为你们是一起创作出来，你们是共享这个成果。对对对。鼓手喜也懂得会给头。所以生出来大家都很爱他了。对啊，就大家一起的，就一起的孩子的感觉。鼓手一个实体后会花差不多2年的时间，然后漳州对完成，前置后置都有很多的工作。跟亚哈泰嘎讲，每次都3个实体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有趣的。如果想上课，除了 follow 刚刚说你们有一些字体的漫步啊，对，甚至是讲座啊，老师有在大学开课，对不对？对啊，我最近刚好有学校，其实都一直邀请我去做一些。他们学生自己想要上课，对，其实意外像我本来说，我大概教20个学生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没办法过那么多人，可是真的太多人想上，然后变成60个人、80个人，所以我也是有点紧张，但是也是蛮好玩的，可以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那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很欢迎学校啊，或是各个只要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邀请我们去办讲座跟办课程，对，都是很随时欢迎邀请。那大学老师在哪里任教？我现在没有任教，但我是要准备去台南去带他们的课程这样子。哇！但是我们就没有机会，对不对？我们只能 follow 你们公司的资讯嘛。对，可以，或是可以请哪个学校可以主动来联系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跟一次上课哈，如果是小孩，因为刚刚来的下次的时间，我觉得老师很会引导，因为你就说，对，这里这样圆的就好了。小朋友其实可以透过在书写跟他们在像画字的时候，得到蛮多成就感的。对啊，像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书法教育一直蛮可惜的，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还不太会拿毛笔字写的跟名家一样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像日本的话，其实他们是蛮鼓励小朋友，你拿毛笔就是把你的个性大胆的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像我也蛮喜欢鼓励小朋友多拿笔多写字，对，不需要写得很方正，把自己个性最重要。
太好了，我觉得这是给很多家长一个信心嘛，也给孩子很大的鼓励。因为海德威要求讲，不行，你要在这个格子里面下都很方正，你要跟着这个雏形，他会先给你一个好像既定的对可以模仿的，然后后面你就需要写的跟他一样。对，可是这样就好像会卡住了，对不对？对，不过当然还是一样，就是该一样，就是学写字跟国文课跟美术课可能还是可以要分开一点。好，感谢欣赏哈。文泰甲青岛青火的建议哈。当然，东岛无强的尸体呢，包含讲，我知道非常重要，就是讲有客家话，有母语的字，也是你们把它创作出来的。所以说，给你非常什么欣赏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更多关注字体的设计哦。什么欣赏？谢谢。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又知道冇？哇，文思實在清好高呢。今日介紹本大家嘅等下呢，還有法律嘅單元，有請大家繼續來看哦。什麼大家，張來了。